家好，我是今日要同乡下做气功运动嘅家人咯。今日特別邀請到我嘅師傅顧亞明先生。冇錯，聽到我鄉下來做運動，要做氣功以前呢，我先來做暖身運動。佢氣功最重要嘅係咩嘅？就係氣透氣。所有嘅氣功嘅動作呢，都會同透氣有關。故所暖身運動，就先來學習用板來透氣。一開始呢，我嘅腳會打開來，讓我嘅肩頭安尼平發。佢撒下來，我嘅手把中合起來，變到我嘅肚臍嘅部分。跟你跳起嘅時間呢，我感覺我嘅肚臍有氣安尼膨起來。用我嘅屁股撅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最後嘅係8步嘅時間，我撅起撅落來，冇辦法咩冇相關5秒鐘未做到啊！好，嘅側面來看一下，變到我嘅肚臍當中，撅起嘅時間，我嘅肚臍會抬起來，用屁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你聽我嘅肚臍嘅時間，會使我嘅肚臍硬硬嘅，安尼就錯嘅哦。好，撅起過後，我透氣呢就用我嘅嘴，咩係8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。再過來100哦，撅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用嘴透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當好哦。佢所有氣功嘅動作都會配合入透氣來做哦。佢撒下來呢，來做肩頭還有僵硬嘅暖身，右手翹起來，用到日南位嘅肩頭，有感覺日嘅肩頭啲後背，要用力嘅去表後背。唔講日嘅僵硬呢，我彎片，有拉扯嘅感覺。1，記得我撅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看到後背就動好啊，跳起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彎片，左手變到右手嘅肩頭，去後背嘅感覺。眼睛看左手片，做嚟看到後背就動好哦。來1、2、3，撅起，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跳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。佢撒下來呢，看哪意思咧哦？手打開來，撅起，1、2、3，就做嚟推了你這極限，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來做片，跳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動好，再過來100，1、2、3，我撅起哦，5、6、7、8，分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休息，安尼數。變下來，本也氣安尼壓下氣，然呢就係人嘅暖身運動哦。佢撒下來呢就停定人向下來做氣功了。佢撒下來呢就停定人向下來做少林氣功內勁抑制禪了。佢體力動作呢按到腰豎胸腰膀子，一動作呢大家呢係按到開氣門，乜家按到係開氣門呢？就係武俠小說底度從頭講嘅點穴。唔講咧，唔係武林高手啊，故所呢一下就停定啊，乖乖來做氣功哦。好，那腰膀子呢，我用到嘅血統係乜嘢呢？係鴉片，按到極泉穴。好，係講人肩頭唔舒爽啊，唔使肩啊，都動四拍來做下運動哦。唔過係講肩頭錯鬆嘅人做下動作，聽錯愛聽嘅來做啊，愛記得哦。好，接下來呢就來示範一隻動作，
一開始呢，我先來做準備嘅動作。準備嘅動作呢，就係兩隻腳，讓牙肩條平發，手呢輕鬆放下來，好，做唔得用力哦，就輕鬆安尼。撒下來，牙左邊嘅腳，去後背，兩邊嘅發圖呢，差唔多係一隻腳嘅發圖。韓國愛注意嘅部分呢，就係兩隻腳。做唔得安尼，向條線安尼聽錯會打工嗎？鼓手大家聽錯會記得哦，係唔啲平發嘅時節後退，安尼嘅發圖，咪係老人嘅肩條係平發嘅哦，要當場要聽錯會記得哦。好，佢撒下來，唔嘅右腳啲條線，右手呢就變到一片邊手，好，左手呢手把種啲蛋糕。變到人嘅腰變順，安尼就係準備嘅動作。來轉來，再過來一擺哦。準備開始，安尼記得好。佢撒下來呢，我先來小嘅手嘅部分。佢手呢，你就想象也有一個圓，動態嘅鉗有冇？人嘅手心、手把種，聽咗我聽得一隻圓，安尼行。故事呢？你看我嘅手，帶定也圓，有嗎？多一片，冇辦法啲後背用夾實，冇想講變過來，下一，再過來一擺哦。側面不太起來看，手心你聽出愛立定圓來做，冇辦法嚟做，變到後背，好。唔過呢，也可以記得哦，唔係人嘅手上去練，唔係人嘅腰帶動呀，你嘅腰先行，手呢停得行，係你記得冇？好，換左手片來向下，一、二，冇辦法嚟做，去後背，再過來一擺，帶定呀。做去後背，安尼記得冇啊？好，佢一下呢，一片來做19擺，9擺呢係慢嘅，10擺係夾嘅哦。唔過呢係講肩條，有冇鬆快，冇就唔是件千萬做唔得做夾，冇就會受傷哦。好，佢先來準備動作開始，來一、二。準備19走，來一，聽聽呢，跳起，腳起，跳起，腳起，大家記得要跳起哦，跳起，當好，第四呢，跳起，當好下來，6，跳起，7。跳起當好，8，跳起9，一下我夾到位哦，6、7，走1、2，記得我跳起3、4，當好5、6、7、8、9。10，好，休息一下。一部分人當然會做唔錯嘅，起碼嘅係人嘅獎金。當然會唱下人，也係唔錯嘅啊。安尼看做唔得，人嘅獎金聽咗一啲條件，冇足看條件，做咩聽堂？用牙油去力，嗰時係講冇辦法力到當後背。冇想過，絕對做唔得用牙條啦。去帶的，可能獎金就會抽上哦，記得哦。好，完片，來，一，跳起，當好，2，跳起，當好，豎心，牙手把種，當好，我看條線哦，4，跳起，5，腳起，跳起。當好
6，腳起，頭起，動好，7，頭起，動好，8，動好，9，動好。撒下來，我夾到人嘅頸頭頸肩聽咗總係聽到，人嘅身體咩總得呢？所以後背頭前總得，我定住啲啊，動昂，嚇，重心在中間。後背嘅腳呢，我出，你嘅腳尖呢，全部向頭前，好，總得聽到哦，好，來夾嘅哦，好，準備哦，來，1、2、3，我變過來哦，3動好，4動好，5、6、7、8、9，再夾條嘅，1、2、3、4，動好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太過後千萬唔好一下就休息，我老人腳骨不用轉來，腳起，頭起，好。一隻動作呢，我本人嘅頸肩呢，很卡舒鬆一些了。安尼睇時間聽出我記得哦。唔過呢，有動作嘅部分呢，睇時間都有可能會做唔錯嘅位數。也雖然看起來都簡單哦，唔過有些小步數會同大家講哦。聽，你嘅腳尖聽出我向頭前，看也係動作嘅來源。看到呀，肩頭轉過來，一肩頭我不用強鬆，用動動人呢就會安尼係唔錯嘅哦，好，聽錯我不用強鬆，好來轉到我背，好看幾條啦，如果動作，嗰時候呢係講冇按樣，冇辦法到入邊冇相關就出安尼，就下來就好咧，最重要嘅係人嘅腰骨。頭呢，聽說向頭前，迄個冇做好就都有可能會受傷哦。安尼睇時間，我記得哦，呀呢就係應該搖膀子，搖膀子呢就像茶人咁樣嘅安尼，佢說緊做，大家地方看呢當然做嚟做19擺，左邊呢19擺，右邊呢19擺哦。一下呢，大家就會飲下水休息一下哦。基本嘅一隻動作呢，按到磨肩頭、磨肩，也呢係氣功地度呢較難一些嘅動作。唔過冇想講咯，我哋呢會天天嘅來教人哋哦。嘅磨肩呢有一個想象嘅方法，就係用行路，用輕用白行路，係咪平常時安尼用喺安尼行路，錯嘛？嘅一氣功呢就係有一些安尼嘅感覺哦。好，嘅一開始呢先嚟做準備嘅動作，用。腳，老人嘅肩頭平發，手呢不用強鬆，第一片好，佢撒下來呢，人嘅腳去做出片一些步，並人嘅肩頭較發一些，好撒下來呢，鼓下來，人嘅身體呢，我不用強鬆，感覺有啲氣，啲人胸脯一片，鼓鬆人中得安尼。你總得安尼，就係不用強鬆，感覺有啲氣啲一片，好，啲一片含着，好，也氣，好，嘅手呢較複雜一些了，右手手指公向一家，不用下來，肩頭下去，扶下來，就係安尼，做得哦，一片就係上到安尼，好，氣行到。啲人行去坐啊，嗬！見到我一隻手呢，後背、右背，好，不用下來。安尼做得嘛？好，今日右手邊嘅肩頭會下來一些咧，也就係準備嘅動作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從頭開始準備，來，1打開，2箍下來，3 ，OK。同學，佢撒下來呢，
人家樹長，我鬆來，我一條線，鬆來的時間，大家有看到嗎？呀呢，係有一條線嘅感覺，也係錯嘅啊，做唔得安尼，都做唔得，聽錯一條線，好，繼續二公，左起我背，穩數，來，強用，我一條線，起我背，也較難一些，你嘅腰呢，係你用呀，帶動你嘅手把種。帶通人腰骨去後背，做得嘅人就去後背安尼。唔講人腳長，絕對做唔得企起來。聽出來穩穩嘅啲體內，好，再過來一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絕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把當好，絕起，頭起，絕起，頭起，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記得哦。當然，做到鴉片，數就變咯，做唔得。聽錯誒，第我背，頭前嘅數字講，我第一格，聽錯誒，記得哦。好，現來做9擺，呀，右片左片係1擺哦。來，準備動作，腳踏開來，數，鼓下來 ，ready go， 1、2、3、4、5，聽聽嘅做6、7、8，聽聽嘅啊，唔是結3、4、5、6、7。8，再過來3，動好4、5，聽聽嚟做6、7、8，動好。然後呢，就有很多摩肩，就係像用長路安尼哦。佢撒下來呢，我教嘅呢很多妙嘅細面，加下係用，也係妙嘅，想象一下妙嘅細面形容白鳥。一開始呢。先來準備動作，腳強用平發，唔講呢有些冇強用，也係腳尖，差唔多搭過來15度，好，左片腳尖捶虛部，好，安尼點地，你種重心呢，係啲也有腳，嗰種腳抬起來。唔會搭講嗎？你的重心就會錯嘅啊！哈，等好，跟苗嘅細面準備，有數，比如講嘅毛昂嘅太陽穴，差唔多10公分，好，量一下，差唔多10公分，苗嘅細面，你係用數來帶，你另外一隻數呢就變到扁順，你就按樣嘅用嘅，做唔得做到挺後背啊！哈，來。1，壓頭呢，我看頭前，腳點會長，我片就用右手變過來，看頭前哦，鼓掌做唔得呢，好，看頭前，3，我片，腳起，頭起，等好，腳起，頭起，腳鼓掌做唔得停痛哦，有一些苦的感覺，好。腳起，頭起，動好，腳起，手動得踢開啊哈，就太陽穴10公分啊，好，有時嘅碗片呢，咪係強用15度，好，安尼出氣，數，從就南點東西安尼變到扁順，強用10公分啊，來1。頭起，2、3，等好，4來停，來葉片、碗片，碗片好，等好來，看頭前，做第一人就再過去些，用眼鏡頭去拉扯嘅感覺，冇辦法跟人冇相關，就
用你自己作為位數就好了，千萬種唔得跳，嗱力過去哦，也係絕對做唔得嘅哦。好，來繼續，來1、2，腳係45度哦，3太陽穴10公分，4當好，看條前5、6，我跳起哦，跳起7、8，我19走9。10天天嘅做唔得嘅，嗬，11、12當好，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好，而呢係較難一些嘅秒嘅睡眠，係講之後呀，安尼真嘅明唔清楚。冇相關，佢哋嘅暖身運動冇，對，佢用手骨表壓肩頭，1，用壓手去感受到就像暖身安尼，佢用1、2當好，3當好，4，係講手太難就用壓方法哈，5當好，6、7、8跳起啊，哈。9、10，佢用1片，條那聽咗我看條前後來1、2、3做嚟去，結後尾就去哈，4當好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當好，佢樣呢就係應該。摸肩還有秒嘅睡眠嘅氣功動作喲，感謝睇起㗎。